来继续来讲买这个预售厝，因为毋免做一届提出着真大条的头期款，所以真侪人买厝会选买着预售厝。也毋过其实买这个预售厝，除了签订的合约甲细节爱看有清楚之外，专业人士佫来提醒，买预售厝，伫咧付出着第一笔钱了后，建商或者是代销公司，就必须爱来进行着实价登录，并毋是等到过户才来登录。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人拢毋知影，无注意到这点，所以互不少的业者有机会，甲一间预售厝摕来卖2届来领钱。卖80平的空间是装潢甲真水。有20多平厝，预售屋的电视房，互想要买厝的人是看甲足省心的。啊，若买预售屋，拢是随起厝的进度，头期款会当分期付，毋免做一摆啉收济钱，所以真侪人拢会想要买预售屋。合约书有一个5天的契约审阅权，这个消费者应该要好好的把握这5天的契约审阅权。除了合约爱看详细，可为后摆出证期，还有真侪美角嘛要知。在110年7月1号以后，只要签订合约买卖的30天内，就要做实价登录了。所以这个建商也跑不掉。也就是讲，买预售屋伫咧付头一笔钱，含建商或者是代销公司签约了后，对方就必须进行实价登录，毋是等到厝过户才会当登录。这大部分的人拢毋知影。拜托大家，拜托大家。嘉义县民雄乡5户买的人到预售屋建商无实价登录，搁卖一间厝，想要拐真侪人来买。地厝买无厝，拢总付出去1400万嘛脑损。5户民众是要靠无目屎，要求政府斗3工，提醒民众买预售屋付钱，一定拢要注意实价登录的天数敢有完成，可会叫无良心的建商把钱拐过去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